夏生喺 Paper 3 Part B 嘅表現相對較差，就以2015為例。點解呢？1小時15分鐘內要寫大約500字，要閱讀、聆聽、推理，喺整合書寫嘅時候，同時要表現語文能力。簡單嚟講 ，Paper 3 Part B 比較複雜，難度係數高。另一個從我自己教學過程中體會到嘅問題係，夏生做 Paper 3 Part B 嘅時候，就真係得個做字，做嚟做去都差唔多，冇乜起色。問題出喺學生對完答案，或者咁好有老師改完俾翻你之後，冇把握從錯誤中學習嘅機會，多數對完睇完就算，好少會認真睇翻 suggested answers， 學翻好點寫，去記住點樣下次做好啲。學好語文係需要好記性，一般嚟講就要用心反覆練習，要記住點先做得好，攞到高分。就同游水、打波、玩樂器類似，要好表現要認真苦練，認真就不一定會輸或者贏，不過要認真先有進步。以下我會分析2015 Paper 3 Part B2 嘅 suggested answers， 希望考生可以從中學到點樣會有更好表現。有需要可以用 keyboard 上嘅 print screen 將答案印出。如果你未做呢部分，就應該做咗先繼續睇。首先係 Task 8。Paper 3 Part B 點樣完成所有 tasks？Data file 有指示，但係點樣真正攞到分往往有灰色地帶，就好似 Task Completion 第1分 Subject。考生要諗，收信人睇到會唔會一目了然，知道呢一封 email 關於啲咩？封 email 要訂貨，當然要有 order 一致。咁多嘢可以訂，最好講清楚訂咩。喺呢個情況下，可以加上 souvenirs， 講埋咩活動 Bubblegum's Asian Tour， 就更加容易識別。提示冇講明 subject 點寫，呢樣係你喺做練習時應該學過，要記得 subject 點先算恰當。上下款 Dear Miss Wong, Yours sincerely, Closing 等漏咗 style 不正確，會喺 appropriate 時2分裡面扣。書信第一句要講明發生咩事，呢度係重複咗 subject 嘅內容，但係呢一句係完整句子，亦恰當地交代咗 Bubblegum 係一隊樂隊，唔係香口膠。跟住嗰句冇 task completion 分，不過幫到 language、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 同 appropriacy。Marking scheme 裡面 language 要攞5分，有呢一點。Sentence structure 要 accurate， 仲要 complex。見到呢封電郵，除咗第一句同最後一句之外，都屬於 complex structure。第二句講及邊個介紹，呢句嘅內容係常見於商業書信嘅 organisation， 亦都係 appropriate。所以雖然寫呢句冇 task completion 分，不過唔好唔記得，仲有 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appropriacy 同樣重要。第二段用咗 bullet points 係恰當嘅處理，不過如果冇咗第一段嗰句，呢度用 bullet points 封電郵會顯得太短 ，language 攞唔到高分，所以增加咗之前嗰句嘅存在價值。最後一段嘅 closing 係例牌菜，考生要記得加 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 同 appropriacy 先會有高分。尾二嗰句仲係 complex sentence， 加 language 分。Task 9 subject 可以從 data file 第6頁抄到。同樣書信嘅格式開頭結尾要記得加，攞 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appropriacy 甚至係 language 分。9.2 關於點解要喺 The Peak Sky Deck 拍 MV， 淨係講話要拍 landmarks 攞唔晒2分，要講埋歌名 Around the World with You， 因為歌名解釋咗點解要周圍去取景。喺 recording 裡面亦有提及呢個係原因之一。至於好處，第一點 A 要 summarize data file 第7頁，之後2點要考生用自己嘅思考串聯推演出嚟。data file 冇直接講明。第3段開始用一句 topic sentence 作轉接，幫到 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 將 9.4A close off the whole building 擺向中間，睇起上嚟冇咁唐突，幫到 appropriacy。 Task 10題目冇要求加標題，亦冇要求點開頭結尾，不過要識得自動加，可以攞 coherence and organisation 同 appropriacy 分。第一段要 a brief summary of the incident， 難在選擇內容，講一件事情，常理係 when、where、who、what、how，
Marking Scheme 要求講 Mark was walking near his home, Notting Hill。要重複藝人 Mark Nelson 住喺邊，其實並不合理，呢樣係私隱。另一點要求講 Mark 講緊電話，亦唔算係重點。如果講到明同女朋友傾緊就更奇。呢度唔使講 how， 因為跟住嗰部分先講。Summary 一致嘅指示不清楚。跟住要反駁與事實不符嘅指控，其中要重複 Mark is violent。照常理應該唔會照用 violent、dangerous、like an animal， 但係 Marking Scheme 就要求用翻呢啲關鍵字。不過只需要中6至7點都可以攞足呢部分嘅4分，即係答唔到 violent 呢一點都可能冇損失。至於第3部分要講類似事件，要求亦唔太清楚，唔知道要講到幾仔細，原來得2分可以好簡短，唔知要幾仔細唯有大包圍。夏生雖然淨係做 B2 或者 B1， 作為練習做得唔好嘥，頂尖嘅運動員或者表演者都要每日重複動作，所以要刻苦做埋 B1。同樣，學校教科書裏面嘅 B1 都唔好嘥，自己做，問老師攞答案，自己對。記住要認真苦練、檢討，從中學習，先會有進步。